讲到石碣岛帮这款建材叫做石棉，伊的地感的，全台湾也有24万间旧厝，也搁伫咧使用。亲像高雄呢，这3道离风台过后，提出着这石碣岛帮的清运补助案件增加到500多件。环保局也要提醒讲，石碣岛帮这款材质上好换掉，才袂去损害着健康。 环保局甲拆除了后的石棉建材，装做一地一地，用货车准备送去处理场。今年高雄市申请清运废弃石棉的案件，原底才300件，经过3道级风台的算档，统计到11月已经超过500件。不过，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高雄市目前还有3万间有石碣岛的旧厝要处理。迄较旧啊会漏水啦，拆个我换来安尼啊。 可能要超过20吧。这个石棉屋顶好像不太健康，对健康有疑虑，正好也想换的啦。石棉建材因为有防火功能，而且介轻，早期有真侪厝拢有伫咧使用。不过 WHO 已经把石棉列做一级致癌物，台湾对2018年嘛开始禁用石棉。目前全台湾也有24万间用石棉的旧厝。希望环境部补助民众清运处理石碣岛，民众申请的意愿并无悬，因为爱请工人来拆，佮爱起新的厝顶，爱开袂少，简单补助处理费要是无够。风吹雨淋的时候，难免它的石棉纤维会跑出来。那我们居住在里面，室内空气的话，会常常对我们的人体还是会有一个慢性的影响啊。如果说发现有破损的情形，还是建议赶快及早拆除。 针对3万间石碣岛旧厝，高雄市环保局开始寄通知单，也提醒石碣岛袂当当做一般垃圾，爱互专门的处理场处理。民众准若要拆、要起新的厝顶，嘛爱提出建筑申请，才符合规定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